然后每次看到我的礼物，他都会很甜蜜的笑。但是最近因为他要上那个幼稚园了，所以就变心什么鬼啊？现在对你，完全没有兴趣，这是我特别心机，浪费那些很疗愈，你会有你的毛衣，无论如何跟我没有关系。私底下有没有碰到什么对你变心的人？哦，有一个我认识了4年快5年的女生，哎呦，然后每年过年过节，包括她生日，我都会送礼物给她。然后每次看到我的礼物，她都会很甜蜜的笑。但是最近因为她要上那个幼稚园了，所以就变心什么鬼啊？有更多的机会，她是我侄女。对话一下，让我们知道她有多爱你，这样子。好吧？啊，完了，先这样，就不然先这样。来，送什么给妈妈呢？蔡明佑，你自己有胆你就说出来。你说清楚啊！你送什么？我送了一栋房子给我爸爸。你讲清楚一点，是哪里的房子？乐高的吧？这是一个乐高市区的房子。哇，好大的别墅哦！对，然后里面有那个妈妈是在哭哦。妈妈，你认真？妈妈太戏剧性了啦！天哪，我要把它签下来。我要不经意让她成为新一代的网红。妈妈，你干嘛哭？妈妈，你干嘛哭？怎么了？哦，我的妈呀！你是难过吗？就以为我们真的要拿房地产出来，然后结果是乐高的。对啊，我本来以为是房地产。哦，拿个这真的是一个乐高。其实是期待蛮久，一直在找。有今天又出唱片，又有这样的心意。我怕你血压又飙升了。哦，不会，血压120标准，低血压80标准。他真的有在量血压，看得出来，好专业哦，很开心哦，恭喜蔡妈妈，下午就可以搬进去了，已经装潢好了，都打扫过了，你看有2楼阳台哦，有露台的哦，真的可以晒被子。这门也在推哦，这边晒被子，这门真的能开的妹妹来，妹妹你住3楼，像公主一样，有没有？这边还有贝壳灯。要敲钟吗？哦，要爸爸可以种花，这里很多花草，有，你脚艺好哎，你就是好。好，来，我们开始砸碎它。拍照了，拍照。是在风格上有很大的突破嘛？那会不会担心说，粉丝没有办法适应这样子？我其实没有担心这件事情而且其实变心记一出来的时候啊，就是其实很多粉丝都有 feedback， 就是有回应说，看到了觉得非常的不一样，然后风格有很大的突破，可是那个突破又是好像是跟着他们一起成长的突破，所以这个部分我倒是没有那么的担心。